咁至於公民黨兩位立法會議員都喺區選落敗，議席總數亦都減少。黨魁梁家傑只係因為建制派動員能力強。多謝。公民黨嘅陳淑莊喺山頂選區，比自由黨嘅陳浩濂少咗近一半票，連任失敗。空降沙田第一城嘅湯家驊同樣慘敗，票數只係對手嘅一半。上屆首次進軍區選就贏到8席嘅公民黨，之後陸續有區議員入黨，到今次選舉之前，議席增加到12個。但今次選舉點完票，總得票比上屆少3000張，議席就剩返7席。公民黨連副主席黎廣德都輸埋，而喺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協助東涌居民朱婆婆嘅公民黨執委黃學明，亦再次敗選黃大仙。黨魁梁家傑冇回應係咪承認失敗，強調會繼續捍衛法治精神，又指建制派動員能力強。北京透過中聯辦啦，開動喺香港嘅選舉機器，佢嘅組織票可以話係要幾多有幾多，有陣時好驚奇，都唔知啲票邊度嚟。你話北京有計，即係預測嗰個選舉嘅能力咧，即係其實冇啲實質嘅證據。你邊間報館嘅？香港商報。我諗你得到嘅消息可能清楚過我，我都想知道你問題嘅答案啊！但係咧，從客觀嚟講咧，你睇到嗰啲票喺一日嘅日程之中嘅調配咧，你其實係知道咧嗰種駕馭能力之強啊！用網上軟件 Fox 搜尋黎智英嘅英文名拼音，可以揾到幾份懷疑係有關黎智英嘅捐款文件。其中一份顯示，相信係今年黎智英嘅個人現金流預測狀況。向公民黨就總共捐咗大約1050萬元，其中一次喺09年8月19號，金額係200萬元，備註係由 Mark 去做本票。而另一份文件就顯示，喺同一日，壹傳媒動畫公司嘅商務總監 Mark Simon 喺匯豐銀行買咗200萬嘅本票，收款人係公民黨。有網民就質疑黎智英捐款嘅來源，認為有可能係黑金。唔少網民就將矛頭直指美國，認為黎智英只不過係中間人。而根據香港媒體《東周刊》嘅報導，幫黎智英處理捐款事務嘅人叫做 Mark Simon， 原來佢係美國共和黨香港支部嘅主席，而且仲喺美國海軍做過情報工作。而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就認為黎智英係吳三桂。如果將霍士解密同埋維基解密聯繫嚟睇，就會發現黎智英嘅政治黑金係嚟自美國民主基金會，而呢一個組織同中央情報局嘅關係係非常之密切嘅。劉夢熊直指黎智英成為反對派嘅大金主，同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治事務。